維他命 B 係 B 集嘅總稱，係所有營養成分中族群最龐大，亦係效果最廣泛嘅一種。共有8種被正式認可成分，係一種水溶性維生素，喺體內對於新陳代謝有重要嘅作用。維他命 B 集喺人體內冇辦法自行合成，而且易溶於水，喺體內停留嘅時間較短，會隨住體液代謝，比如排尿、排汗時流失，多餘嘅維他命 B 集冇得留低儲喺體內，因此每日需要額外補充。屬靈維他命 Boost 增強同樣需要日日補充。聖經8福包括描述咗天國百姓嘅特徵，強調屬靈嘅品格比世俗嘅財富更為重要。想要做到8福，意味住要日日補充，透過信仰、禱告同埋讀聖經，將呢啲特質內化成自己嘅品格同埋行為，過一種信服上帝旨意、榮耀佢嘅生活。聖經羅馬書12章2節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，促進屬靈生命新陳代謝，日日心意更新，唔好輕易流失。呢一個係靈修1分鐘，聽日繼續補充屬靈維他命 C。